南投信义乡的梅仔花开了，这个乌上轮的梅仔农真用心，伫个梅仔园的中来种油菜花，互规个风景看起来搁较彩色、搁较水。啊，信义乡农会讲，这个礼拜日初9，伫个牛潮坑有办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趣味竞赛，摕奖品。 梅园内底有真侪油菜花，互民众学路当那水菜花共款水。乌上轮梅开的花放伫寒天的假期已经开超过6成，马起真侪游客来遮看花。一踏进来，我就看到满满的这个白色的梅花，好像在下雪一样。然后这个园主很用心，这里的地上还种满了很多油菜花，黄色跟白色呼应。然后今天的天气真的超美的，还有美丽的蓝天。IG 朋友的分享，然后就觉得这里很漂亮，然后很像仙境。 信义乡农会嘛邀请民众伫正月初9会使来到牛潮坑参加主题日活动。在梅花树底下来唱歌、来表演啊，各式的节目以外呢，我们农会呢也办了一些我们的趣味竞赛，像夫妻背负啦，像我们的这个滚橡木桶哈，非常的有趣。 除了看梅花，阁会使参加趣味竞赛摕奖品，真适合亲子同乐，嘛欢迎民众来遮佚佗。